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国的军机昨过来扰乱台湾，这已经是最近9天来的第7届了。唔那安尼哦，这个中国的解放军过来公开着飞弹的影片，根本就是咧恐吓台湾。国防部讲，对这个台海的局势，拢即时掌握、严密来监控，会来确保着国家的安全。 东风11飞弹小日刷升空，中国解放军伫微博甲红星新闻发布，解放军火箭军东部战区同时发射10粒飞弹的训练影片。国军对于台海区域安全情势都能够及时的掌握、严密的监控，国军也会做好各项的战备训练，来因应各种军事威胁，确保国防的安全。 部署伫东部战区的东风11飞弹目标就是台湾，这个影片充满恐吓的意思，也无讲拍的时间甲地点，加上进前中国伫南海试射4粒飞弹，敢若着2粒入位伫口水。他们的导弹的威力都是嘴皮上讲的很厉害，上次射4颗只剩2颗哈，另外2颗变隐形炸弹，这个很厉害。呼吁北京当局在这方面，特别是在军演。 或者是试射飞弹这部分，应该要收敛，应该要节制，不要让台海的情势继续的升高。国防部嘛，正是讲，中国一台运备反舰机，昨又过入来到咱台湾西南边的防空识别区，已经是9天来第7摆。空军是派出战机紧急起飞，用风伞甲赶走，以及防空飞弹、对踪、监控等等方式来应对。